桃园有2个查甫人去应征真高薪的工课，互要求讲，着爱落补办国家时政，佮呛讲要伫机场放炸弹的恐吓的影片。落尾这2个人因为拒绝一寡工课的要求，因的影片就互放伫网络顶头。桃园地检署今仔侦结起诉，嘛建请法官判这2个人当刑。我会在台湾所有机场安装炸弹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检警顶个月20接到有人散布危害惠安无实在信息，正好抓到姓廖被告、姓黄的被告到案，高向法院申请姓廖被告羁押核准。另外，姓黄的被告是代票10万交保。其中廖姓被告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，本案于今日侦结起诉。检察官认被告2人所为影响社会安全甚巨，建请法院从重量刑。桃园地检署表示，姓廖甲姓黄的被告因为财务无好，正好透过网络应征高薪非法工作，或是做诈骗集团的车手的时阵，犯罪集团要求录制含糊，怨恨政府当时讲用暴力部炸毁机场这危害惠安的恐吓影片，若无照做，或者是乌食乌，就散布影片。被告2人因于网络求职，经犯罪集团要求录制含有抱怨政府、扬言炸毁机场、车站等恐吓言论影片，是因被告2人拒绝工作后，该等影片经上传网络。专案侦查中间，用违反民用航空法加恐吓公害等罪嫌起诉2审。桃园地检署认为，被告2人为得到高额不法报酬，明知影片有散布在公众的可能，也是照指示各自录制影片，各在工作要求了后，被上传通讯软体群组。被告所做危害机场、车站等场所安全维护，互民众质疑安全甲无信任，影响真大，建议法院爱当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